台语学科学，食药仔千万毋通配葡萄柚仔汁。俗语讲良药苦口，药仔食起来苦苦。济人可能会想要配寡甘甜的果子，也是啉寡甜甜的果汁来减轻药仔的苦味。毋过，这看起来真自然的代志，所有可能会造成疗伤袂够的效果。济科学研究已经证明，真济果子的化学成分会和药仔交互作用 （drug-drug interaction）， 影响到药仔的效果。这主要是透过影响肝脏的解毒功能，造成吸收入来药仔浓度伤悬。其中甘甜的葡萄柚仔汁尤其爱避免。咱人的肝脏是上主要的解毒器官，伊会用一种叫做 cytochrome P450的酵素，甲对身体有害的外来毒素分解，或者的毒素无法度入去血路，影响到咱正常的生理功能。对肝脏来讲，咱食入去腹肚内药仔，嘛正是外来毒素，需要紧解分解掉，才会使得。所以讲，咱食入来药量会比实际上需要的搁较济，因为有一部分会互P450分解掉，无法度甲因完全吸收。这甲葡萄柚有啥物地带？主要是因为葡萄柚仔汁内底的一种化学成分 flavonoids 会压制肝脏专门代谢外来毒素的P450的能力，造成吸收入去人体血液中的药仔浓度会比正常状况较悬，就亲像食过量的药仔同款。这会引起济副作用，甚至是中毒。因为无人有才调，会当正确预测葡萄柚仔汁的影响会维持偌久。上安全的做法，就是伫使用药仔时，避免食葡萄柚，以免造成危害。有人会问：咱中秋节定着爱食柚仔，敢有要紧？笔者捌问过药理学的专家，因嘛是无确定。毋过捌有媒体报道，讲有长期食药仔的富人人，因为食药仔造成身体的不良反应。可见药仔嘛尽量避免食透冻。这是台语语言频道，为大家奉上台湾神经科学博士罗久安先生的科学知识文章，欢迎大家分享，给咱一个赞。佮邀请你来订阅，伫订阅的图示正边有一粒铃仔的通知图示，请你下记得指落去，安尼就会使收到咱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